读书，去行人读书，哈哈哈哈！英德啊，你真是异想天开。弟弟，你不是常对女儿说，要女儿成为有德有才的女子吗？去，好好为王夺夺女儿情，谁知道女儿嫁给祖先什么了？小姐，同龄12年，不知莫兰是女了。小姐，愿我等你用完了。哎，宁生，你看，花木兰女扮男装，对付从前12年，都违背同本法矩。难道我做应的，谁不能教招强人读书吗？哎呀，小姐，我也该上陪你同去好。这是弟弟，他不肯放我去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宁生，员外菜都要冷了，你先用一点吧，先等等英德吧。哦。哎呀，员外不好了！何事大惊小怪？小姐病重，不适应着。哦。小姐小去又伤身，怎奈员外不答应，因此小姐心烦恼，欲有终日得了病。此情无常病身手，我得来禀知你老大人。这可是何事好？好，你让我看一看去。啊，员外。有心帮他
员外，门外有个卜卦先生路过，倒不是请我卜卦先生卜个卦，以救你难。倒也是的。是。哎，才是怕了你我，不争不要钱。卜卦先生，大姐员外有请。是。请。员外，卜卦先生请来了。请他觐见。先生请。员外在上，卜卦人可见。一旁请坐。谢员外告诉了。请问员外可是文卜？正是文卜。是此青色相问。请问员外有无疑难？朕小女想去杭州读书，是我不用，为此郁郁众人得了一品，为此吉凶时候得请先生一卜。请问小姐有几岁了？今年28，无有出在身上。是此待我不来。员外，问卦耳朵，万是娘令儿出门为好。何以见得？令儿在家多灾多病，出门可以治病消灾，到杭人读书嘛，更是大吉大利。这是君出之女，怎能远走杭州？与杭人名师指点，别人才知。怎奈她是个女孩子。员外，女子是个女子，花木兰能只能做女扮男装。大夫总结12载，写准报这局长，谁是虎本大吃一惊。关于曹大哥蔡文姬，都是流名千古的一代才女。贵府内书香门第，令爱杀生才女，岂非光耀门楣？应待胸怀大志，可惜她是个女孩子。杀她是个男子，你就放她去了？那还有什？多谢爹爹。先生你。你经过戏弄你父亲，你千可应允，现在怎可答应女儿去到所了？真是无奈。上一套只与我儿去功名，哪有闺女出远门？你总算瞧上我儿呀，这榆木真能把主陪。弟弟，女儿乔装文字，连弟弟都瞒过了，此去反复一生。你真不叫我堂上
弟去读书的好。多嘴。弟弟，女儿旨意已定，我是非去不可。弟弟呀，作家是书香门里最美名，你爱国破万卷。却要去3年衙门，还在未成。弟弟素知女儿心，不他自想不关心。应得立志成见，素闻应得欲望身为名门才女。弟弟，你答应了？二妹，弟弟，也罢，应得你此举矫枉乱子，切不可如此破绽。3年月末，无需赎归。倘有家有要事，一见家书，即速归来。女儿遵命，应心。庭内写着一位啊。离故乡一字情，就有伤悲。见些面过了的，叫声思旧云一定。两腿岁月，不知谁此两坐片刻。相公说得有理。相公，殿内有人。
不妨。看他们也是淫女模样，说不定也是到杭城读书去的。你为仁兄请了，小弟这下有礼，小弟这厢万里。请问仁兄真姓大名，夫居何处啊？小弟姓作明英台，乃是上虞作家张承志。做仁兄，敢问兄台是归计两三辈。两仁兄，七个仁兄，官是到杭城读书，真是。请问你？我也去访师去哟。好极，好极。请坐，请坐。来，你们到哪里去的？到杭城读书。我们也是到杭城读书去的。哎呀，那巧极了，小姐。小姐好顿顿地在家里，你替他做甚？我想要小姐能都出来读书，那就更好了。敢问仁兄，莫非仁兄有所为之？我家有个小姐妹，聪明伶俐才俊美，雕龙水梦才能睡，琴棋书画件件会。我此番杭城居民寺，举妹异性相同嘞。我以为男儿姑须尽所托，女儿读书也应该，只害我弟弟太固执，终于留下小姐妹。妙哉高雷，妙哉高雷啊！仁兄来了，受敬，自动带催我心。男女同是父母生，女儿读书明理也该仁兄夸奖。乱子一般样，看对他也为女子讨不平，想这般两本一月世界上，我有意与他结为兄弟妹。仁兄，小弟有言，只是难以启齿。仁兄有见教，你谈甚无妨。想三辈无兄友，无弟也无妹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得与仁兄心
我与你两结拜，为子成兄可愿意。多财财兄不见亲，今俺见你才兄弟，从此多数与两番，小弟难与不愿意。请问圣兄今年儿吧，哎呀，我已是17岁了，遇到长者为兄，义者为弟。此次你我对天一杯。哎呀，这旅途之中必得相助，这便说是好啊。是啊，不妨出土为香，是此才好。请。谁与兄一杯？小弟也与一杯。是就快来进宫做香姑。宁生，快来进宫两相公。进宫做香公。阿娘，阿爷你看天色不早，你我不如等人去吧。宁生，快跳请早。爷你请。夜里请呐！两兄请。两三杯做一杯，操心
儒家富于世俗，其事外，不读万卷书，不知千古事。为师当按心历史教导，尔等因母传体年用功苦读，圣人教诲不能四字不尽，无过不废。为此，每人须亲自动手，淋着淡水洒扫，不得与私动对牢。你们要牢牢记住。哎，你在看什么？啊，夜里呀，你我同唱3年整，今日或见你儿乖恨，只有女子对儿乖。夜里呀，你出耳朵为何应？你做班长不专心，为什么要看来看去看不清？啥在我在耳关，提起此事真小事啊！才我做家长年年有庙会，才在叫我去办观音。你下次再要喊你猜，我就要夜的
请先生去。随了，随了。下次不可。下次不可。去。啊，爷你看愚兄这篇文章做的如何啊？这素人真是可爱。两兄要是喜欢，就送与你吧。哎，君子岂能道人自好啊！相公，到两人吃西瓜去吧。请。哎，怎么昨日兄两人兄还没有来啊？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来了，你快来了。众位师兄，我们来自了，话酒一杯。不行，不算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，来，吃呀！先生师母来了，师母你们要送敬礼一杯，敬先生一杯。佳节大家都吃月饼，三本你也吃，也是都有，大家都吃啊！来一口，你吃啊！
可惜的红梅呀！应得师母药神献丑了呀！这幅红梅绣花怎样，正合我意啊！三伯，老师正在书房等你呢。哦，药神即去。应得来。应得，你看这个对面配这幅红梅，可好啊？这幅锦缎正与红梅相配。师母，药神不识女红，实在无意，请师母不要让先生知道。应得。有什么为难之处，可来找我。放心去吧。多谢师母。哎呀，去吧。啊，爷爷啊，当心咋了？哦。哎，你呀。委屈的是啊，这一位怕是非委屈不可了。离家读书于山长在，老夫是风光家书催我归啊。我与他同唱山在飞行场，心中是山，心是海，老夫平常孩儿归，我南沙之心两三杯。读书山在上下问，小姐的心事我明白。两相公家事在外平，但他遇得遇财，你倒不是月老跟前顶把手。你拜托师母做他妹。师母，哎呀，走吧。你不去，我走了。宁心，哎呀，
银星，银星，银星，快点走吧。银星，去。叫我是他妹。应该是梦何事？实在家务来信，石有病要催我快去。哦，理应回去，不知几时动身。我想禀明先生，明日一早登城。此次我转告先生，祝你幸福。谢师母。哎呀，这样，银星，你也小心事儿了。是，相公，我走了。这样，这样，相公，我到营上去了。这样。应代，你为何也想告我？啊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应代，有什么话对我说吧。来。师母啊，老师教诲还是黑，愿蒙你师母好快啊的，不用客气。在那草桥今日两三杯，同唱共道三丈在。这个我早已知道。三丈在，三丈在，我愿满腹心事讲啊。看难看。应该有话敢讲无妨。师母啊，应该乃是乔张该。师母心中早明白。师母，你我随内取材，肉酸菜，教育师母。为何来？师母啊，先排骨的肉酸菜，还叫你兄两三杯，烫茶你师母来肉菜。
请。
已将出了，下次不可。下次不可。一人一条多么讲，走吧。四舅哥哥啊，我不要来。爷爷，来呀！我心与荒诞与笑，与兄无女过家去。两兄。子换天要面女长啊，夜里说话太荒唐，此地哪有女长？放大胆子莫惊慌，与兄当拳你鼓掌。哦哦哦嘘！月月一颗金，不知道今岁月多深，今岁生且不怪君，你我归路最要紧。啊！你看这金的两个影，一男一女笑盈盈。喏，愚兄明明是男子汉，你为何将我比女神？离了京有一趟，前面到了观音堂。两兄，不知道当前一杯呀。好啊！观音堂，观音堂，送子观音所上榜。观音她是美来做啊，我与你两兄来拜堂啊，眼里越闪越光大，两个男子真拜堂。快走吧！离了古庙往前走，但见过来一对女，我同西在女背上唱千山歌几岁，只可惜对女弹琴女不懂。可叹你两兄
两兄你莫动火，小弟备菜来上桌。两兄，好了好了，快走吧。两兄多情，两兄情义深，本33送我迎，常年讨送君千里，终须比亲两兄。这次旅不转，还为财。雨夜里吵架几百天，你生娘与兄，再送你到长亭。两兄，快走吧。把里相送到长亭，把里相送到长两兄，你我红颜两分开，本夜里你还有何言来交代？我领的相盼你一句话，问两兄你家中可有期望台？你早知与兄未婚配，今在相问为何来？要是你两兄听你的，小弟替你来做大媒。夜里听我来做媒，大位之前竟是哪一位？谁是我家小菊妹？不知你两兄可惜哎？菊妹今年有几岁？他是与我同年，啊，乃是上八胎。是的，菊妹与你可相像？他品貌虽像我应该。像像，但为知身不开不开，家父召我献银财，此次多谢爷的来牛财。
爷爷，你看，两兄，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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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相公，爷爷，相公。三伯，四母，三伯，我看你近来心神不宁，有什么心事吗？在啊，弟子4年家乡4年家乡，那你该归去。四母，三伯，我有一事正想问你。四母有话，请讲。来。就是应台，应台就是九妹。是啊，应台她自己做媒，自己。
酒，你我为而已。一边走，一边行，同唱京味真烈丽。一边走，一边想，我与他同坐共度今年长。一边走，一边念，我不便男女三长在，一边走呀，一边猜，想起了谁把里相送他到茶园。
比喻我猜不透，应得谁对牛弹琴，这牛就是我俩兄长。唱起了，应得叫我花轿早去的，那应得叫我两兄早下月呀。四九，叫四九急忙归路城。当少了，哪里，这是我夫人。夫人，请坐，请坐。见过主人吧？是，见过主人吧？好，请坐，谢坐。你的喜事来。
光彩。爹爹你将女儿终身陪，天时良缘称心为。爹爹不知你将儿配与谁？他就是有才有势，太守之子马文才。弟弟，女儿不配。哈哈哈，门当户对，真是不配呀！女儿不嫁，因何不嫁？俺愿随弟弟终老一生。为父也何尝舍得你离开西夏？真乃是女大当嫁哦！弟弟，女儿年纪尚小，年纪尚小。为父岂能误了儿的青春呢？女儿不愿。应得你我明白了，应得在杭州读书世界，莫非员外，人心你陪小姐读书实在做了些什么？员外，读书嘛就读书了，没有做些什么。实不实实，家法难藏。家小姐在杭州读书，遇见那贵姬梁山伯相公，自动到啊，年纪轻啊。38里送别上庭，小姐话。小姐怀清客，喜剧美。救命！救命！原来是此。怪不得我好意相劝，劝不行。恰原来才话语了儿女心。美莫姻缘离不远，你哥为我老父一片心，自从环顾分天地，哪有闺女是定亲？马家是又美又拼又富民，梁山伯他与我作家难联姻。
决见周员外。请稍等片刻。我抬得人心看中颜，方知晓应得与三百两情切，怪不得我几番猜他不归，只待我托叶平从归堂前。如今他文字青字须马甲，应着不尽一三天，眼见那马家人去，几人情。有客来访，贵计230分，请他客厅相见。是。两相公请。做人吧，小贼背脊两夜人，是我有失远念，清楚是。小贼冒昧登门，外望神包大人接谅。哪里？妾是两夜人向日路过完山，乃是特地差夫与神包大人请安。老爸，我来。身边也往往应得也。夜弟，两相公，请用茶。宁心弟弟，相公是宁心妹妹。是就。两夜人远道而来，请到客房稍坐片刻，当面应得出见。是。来，在。被两相公客房稍坐，不得怠慢。是两相公请。去，谢神吧。宁心，员外，去请小姐下楼与客相访。好。叫小姐先来见我。应得一身马家聘，是马家媳妇，马家的财。
不由得问两情不同，要离何根？两兄在哪里？英台，我看你还是不见的好。我与两兄年纪竟然同苍山在，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？你已是马家的神女儿未了，曾意孕，岂不问婚姻大事，当由父母做主。弟弟，你因你女儿常定情绪，无媒无品，做事不端。与师母为媒，若孙才为嫔，与理无愧啊！应得你马家乃是左营世家，华岳门第。两家虽说平安，也是亲把上家。应得你大德。妇女你不该不听无名，皇帝对你是女儿，才说无情。知所为人他令，你岂能承信？婚姻是喜儿媳，关爱的终身。你查不须马家有所问题，要女儿将马将，我才难送命。应得你大德。三宋时的内国兄，婚姻是天经地义，真无名，是不说门楣有所出，话兵民法不用，真做才。为父我凭着百事一送你，你有这一张难移。应得呀，终身他是非儿媳，弟将儿须马家，万乃一根。启禀员外，前老爷派人来采员外府邸。北郊更衣是。应得年年与18有结拜之情，就用你一计，你要好言相劝于他，叫他领取所女。宁信，你陪小姐去看望姐姐两相公。是。应得
不要离人磨灭，有失礼数。唉。有事请你，多只为财政的前缘为，他与我财政有呀为，压定了日子难更改，我只好设备你2眼神。哪里？你从杭城到淮山，你不也太马就错以为是英台，你3百乃是结拜兄妹，不妨好好款待。倘有半点怠慢，为父为了要增加贵。珍宝留步。宁心小姐，陪四舅到里面歇歇一会。四舅哥哥来，相公不可放肆啊！来呀！两兄爷，你我在杭城读书的时间，乃是弟兄相称。如今你已是这辈当伴，我还是称你爷弟，还是你我在读书的时间，我是女扮男装，你我里个弟兄相称，如今嘛，不妨改称兄妹。
这里不是讲话之处，请到小妹速来小坐。是此人哈，两兄请。外是叶妹，请。娘娘听令，上来陪陪。
君美，我只得强颜欢笑场。还是爷妹谢亲。两兄，你我长亭分手，别来可好？好，好啊！爷妹家居相比爱谁？托两兄之福，也还好啊。两兄，请。两兄请坐，爷妹请坐。杨相公，请用茶。两兄，请。两兄此来是路过，还是得到？与兄难得地到此，一来与神佛大人请安，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。九妹，是啊，那一日见到他上说你归，你在家与小九妹，长亭上面坐的妹，与兄是得地带门就请来。两兄啊，你到九妹是哪一个？谁是小妹做银陪？与兄知道，就是爷妹两三杯与做银台，先是姻缘配龙来。见他欢笑我心塞，他怎知弟弟将我终身陪，久别重逢一欢喜，你引我脸上走上眉。两兄啊，我有一件伤心事要向明生，看那
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今世无妨。梁兄，何事？自从小妹比你归来，弟弟做子，一家小妹的终身。
婚办大钱，再到那常是欺人的马文才，我待我爱妻该有才，我一张长子金衙内，堂上为官是清贼，此对龙来过来开。兄，你句句此心话，小妹存心你放心。你可知堂堂衙门把事开，官官相护你总明白。那么家与财与私，家父是一发财，万一你搞到衙门来，两兄弟与师傅不要嫌吃亏。我也离呀，不能讲，我两兄两兄啊，两门与你谈定子，把发老母指望财，我应配此生已无望，两兄你领去。
情哎，我此心早许你两三代，可记得啊，你宽采我月还宽，是因台脸红还在看难看，可记得啊，在巴黎相送长平路，我是一片真心吐出来，可记得比作鸳鸯城上台，可记得女郎在女把枪将为，可记得啊，京中皇上上来照应，可记得观音堂前把堂杯，我也曾留下品味肉酸菜，可是被托师母做他妹，也好了相逢知己，轻巧在我也曾明明轻口诗句，妹，我只望有情人终能成全，所啊想不到美满姻缘了岔开。两兄啊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对，弟弟是云了马家妹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婚，弟弟碎了马家聘，我与你两兄难成缘啊，弟弟因过马家走，两兄啊，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四大情难退。
女兄就不怨你。你可知我为你一路上奔得海里，是
两兄啊，你须得伤心哇！我常要对啊心要塞，你是好好来帮我反而害你得病啊会。两兄啊，你千万要保重。金色片，你何时来啊？回家平好来看你。只怕我对面呀上不能来，两兄，堂上我也唱我断就在那吴家镇上里为恩背。一万倍啊，一万倍，两兄弟红海还是开两块，那红的开上我照银牌，白的开上你两三倍。我与你生前夫妻不难配，两兄啊，我才是死也要与你同安配。叶妹，愚兄告辞了，两兄。杨小妹来送你野餐。两兄啊，
我悲哭。
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不知因为他来不来？他不来吗？母亲，你可曾带他一家？三杯平日讲话，这就见他一面，三思无妨。我也曾是此事嘞。真乃是应得一时马家人，儿啦儿欲见一面已不能，他头上剪下青丝发，亲笔写了这一封信，青丝发，亲笔信，叫为娘代为儿孙赠。儿啦，这是他的亲笔信。
亲，应得已到马家去，可怜儿命不绝。娘啊，儿有从谁知道为了英台呀女，算在结兵难挽回。娘啊娘，唐死而归望前路，儿的娘身体须是爱，恳求母亲死儿女儿死儿要无家珍上里为俺背啥？李文碑，李文碑，红孩儿子开两块，红的开闸做银台，黑的开闸儿两三杯，儿与他生前不能夫妻配，儿死儿要与他同阿为。相公，相公。
小姐，员外他大病急待归避，得命我请小姐梳妆打扮。小姐，员外他已经如约成病，你可要体谅他一片儿女之心啊！我就想过，四句，他宁心，四句来此何事？没什么。莫非两相公？英台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保重身体。英台呀，今朝既日
徐来到奔走园林，青长门。四百光景，你不上桥，岂不要比为父西施不成何子才？祝福名声回带，方圆百里在下。鸟戏羽毛神戏脸，你叫为父脸面何在是我下上最做才。月娃，马家花轿手要起身，请小姐赶快梳妆。
你就可怜可怜为父吧。月娃，小姐，你快速葬上轿。弟弟，你要女儿上轿，要一儿一丈。快讲，快讲！弟弟别上轿衣，儿与一日来聚开。儿要交些两盏把纱灯，叫儿三千子宁宁，撒花轿前往夫家在。你儿要把衣素我去接两兄妹啊！应得。今日马家来迎亲，你怎能去见三宝为？堂上弟弟不答应，要儿上轿还不能。应得，为父依你就是可以一见，必须瓦面窗红，里面责罢。等几分之后，速往马家交拜天地。快替小姐梳妆，快替小姐梳妆。弟弟，女儿，爸病了。怎么花轿外门来？老爷，启禀老爷，夫人花轿仪容，祝福启程。哦，好，那就好。这就好了。我不知那个，我叫我五角身上来了。啊？对，小姐来此一日五角镇啊。
望天送尘缘成家，我才知晓喜妾为教母呀教。才指望生小官的来人去，才知晓未到人我最短强教。才指望我桃花轿到你家，才知晓我盼一束来。